咁小朋友嘅瞓覺咧就唔係好似考試咁樣拉個平均分，其實瞓得太多或者太少都會對小朋友嘅生理發展同心理發展造成一啲負面嘅影響。每日充足同埋規律嘅睡眠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嘅腦部發展、情緒管理同埋學習表現咧都有重要嘅幫助。咁好多人成日都講話要補眠還債啦，即係瞓得唔夠，但係其實咧都唔能夠完全彌補到咧日常睡眠不足對於身體嘅影響。咁而咧一般只係短暫或者緊急用啦，好似放假玩夜咗、病咗或者考試壓力太大，令到睡眠明顯不足嘅時候咧，補眠就可以短期咁補救到身體嘅疲勞。但係長期睡眠不足就唔能夠單單靠補眠嚟補償啦。小朋友處於發育嘅階段，佢哋所需要嘅瞓覺時間咧，其實會比起成人長嘅。咁但係因為大腦神經發育仲未完全成熟，瞓覺嘅狀態會比較唔穩定，佢哋嘅瞓覺就會比較容易受外在嘅環境，例如光線、聲音等等影響。小朋友易醒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自然嘅現象嚟嘅，並唔完全代表話佢哋瞓得唔好。重點咧，其實反而在於佢哋係咪可以重新瞓得着。咁所以咧，其實提供一個合適嘅睡眠環境，同埋咧確保小朋友有充足嘅睡眠咧，喺呢個階段就特別重要啦。當小朋友進入青春期咧，其實褪黑激素嘅分泌係會變得比較夜，生理時鐘咧會自然咧向後褪，再加上青少年嘅大腦佢哋唔同嘅部分發展同成熟嘅時間有差距，家長咧會發現佢哋比起以往更加容易受一啲新奇同埋刺激嘅事物，例如係電子遊戲同埋社交媒體等等吸引，變得咧越嚟越夜瞓。所以青少年變得比較夜瞓，並唔係話佢哋貪玩或者反叛，而其實咧係非常之自然嘅生理現象。如果家長能夠理解佢哋呢個生理嘅變化，並且咧因應係作出一個適當嘅引導，會比起純粹不斷咁樣去提醒甚至批評係會更加有效㗎。睡眠不足會削弱前額葉嘅功能，放大杏仁核嘅反應，會令到小朋友嘅自控同埋專注能力變弱，情緒都會容易變得波動同埋猛整。所以唔少時候咧都會有家長嚟問我哋，小朋友係咪有俗稱 ADHD 嘅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但其實細問之下，會發現佢哋只係唔夠瞓，令到佢哋出現一啲非常近似嘅症狀。而當睡眠變得充足、睡眠質素改善嘅時候，唔專心同埋衝動、猛整嘅情況都會慢慢減少嘅。好多家長咧為咗幫小朋友追趕課業同埋學一啲新嘅嘢，會犧牲咗小朋友瞓覺嘅時間。每晚咧可能瞓得5-6個鐘，其實小朋友反而會吸收得冇咁好，效果適得其反。打個比喻啊，就好似起一層樓咁樣，其實小朋友嘅生理需要就係個地基，而當個地基唔穩，但我哋又不斷希望層樓起高啲，夾硬堆好多嘢上去嘅時候，其實層樓更加易冧，反而會影響到小朋友嘅學業。睡眠不足其實都容易影響到家庭嘅關係㗎。又舉個例子啊，當小朋友唔夠瞓嘅時候，其實難免會難啲專心，同埋咧會拖拉啲。做功課就可能需要比較多嘅時間，而喺呢啲時候啦，當家長因為小朋友嘅拖拉不斷提點，有時候反而會令到小朋友嘅情緒變得更加激動，甚至咧有可能會繼而觸發到更加多嘅矛盾。當大家情緒都激動嘅時候，瞓得唔好，其實慢慢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咁香港人生活繁忙，有時咧確實未必可以有好充足嘅睡眠嘅，咁所以睡眠嘅質素其實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啦。不論大人定小朋友，好似電腦熄機咁樣，瞓覺前嘅1到2個鐘，如果咧能夠安排一啲刺激比較低同埋比較放鬆嘅活動，例如係做一啲放鬆嘅呼吸練習，又或者咧係睇下一啲輕鬆嘅書，其實都會讓到我哋嘅身體開始感受到要熄機，會讓到咧我哋比較容易進入一個舒服同埋困倦嘅狀態嘅。而令到小朋友可以爭取時間快啲入睡，其實我哋可以避免喺張床度做一啲同瞓覺無關嘅事嘅。好多小朋友同青少年都習慣喺張床度玩玩具或者電話，甚至乎啦係諗好多嘢。但係呢啲清醒嘅活動，其實會令到張床同嗰種興奮，又或者係緊張嘅感覺產生一個固定嘅連結。咁樣一去到瞓覺嘅時候，一笪落床，即使冇再諗起啲遊戲、訊息，又或者係考試嘅壓力，佢哋嘅腦咧都會因為張床嘅連結自動喚起嗰種清醒嘅感覺，反而咧更加難瞓得着。大家可以等到眼瞓先至上床，記得張床淨係用嚟瞓覺，慢慢咧俾張床重新同一個困倦放鬆嘅感覺連結，咁樣長遠反而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快瞓得着嘅。